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提摩太后书第2天的共读。我们要先请家军小组长来带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实在天父上帝主，谢谢你，我们平安度过了3天的连续假期。主啊，今天晚上是要有一颗收心，主啊，我们需要收心，准备明天开始在新的挑战，课业也好，工作也好，然后还有新的生活。主啊，每一天都是神你所立定的一天。主啊，今天晚上的读经也求你保守带领，让说的听的都得到神你的教导和益处。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接着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的后半段，是从第15节到第18节。要请伟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来读经。你知道，在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了我，包括非吉路和黑摩奇尼在内。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因为他屡次鼓励我，使我精神愉快。他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一到罗马就四处寻找我，终于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以上。好，谢谢。好，那我们要来看，继续来看关于提摩太后书。我们昨天提到了在尼禄皇帝的时候，一场大火让基督徒被冠上了罪名。很多的传说认为是尼禄皇帝他为了想要来换自己的花园或是换自己的皇宫，所以故意放火来烧掉自己的罗马城。同时呢，当他看到这个大火的时候呢，他甚至还在高处还在那边弹琴唱诗，然后并且借着基督徒当中，基督徒都有一个传说，这也是在据传是这个尼禄的这个话术。他说基督徒说世界末日将有大火毁灭，所以现在罗马城遇到大火，一定就是基督徒们他们所种的火，因为他们为了来让人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呢，这个皇帝用这样的话呢来加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然后还问这些罗马的市民说：难道你们不恨基督徒吗？所以因为这样，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开始大遭逼迫，受到很多的攻击。那有很多的传闻，尼禄呢甚至将基督徒来当作火炬，在他自己的花园当中，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的画像，上面都是一个一个的人被绑在这个柱子上面。那尼禄皇帝在哪呢？尼禄皇帝就在这中间看他的臣仆们就在花园当中看着这些基督徒活生生的被烧死。那这样的传闻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也很多这样的传闻，甚至有这样的话流传到现在。所以让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基督徒已经是一个非常艰险的时刻。那也有可能是造成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个特罗亚突然被抓走的一个原因。那保罗从特罗亚被带到了罗马。那在今天的罗马可以看到，这是古罗马城区古城区它的主要的景点位置。那在城区的当中可能很有名的就是万神殿梵蒂冈竞技场然后凯旋门罗马广场。那这个保罗和彼得监狱呢，马梅定监狱就在中间这个地方。马梅定监狱，那这个是这个立体图所以监狱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罗马的古城区。那从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就是教堂。那四周围几乎都是各样的古迹不过这些的古迹呢大部分都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之后才建造的，包括这个
凯旋门都是主后200年，主后200年，所以今天看到很多的罗马古城的这些古迹，不一定可以看得到使徒行传或是耶稣时代所留下来的。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彼得保罗被关的这个教堂，在这个高高的地方，那下面这个都是主后200年，所以上面这个呢都是更主后200年更晚之后才盖起来，才会在这个平面的马路上面。那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到凯旋门跟这个教堂的地方，这个这张是正面马梅定教堂，那上面呢就是是相传囚禁彼得和保罗的罗马地牢马梅定教堂。那上面是一个大教堂，下面是个小教堂，那这是它的剖面图。从大教堂下来的下面的小教堂，再往下呢好几层的地方，那这个是现在去参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在这个下面的地牢呢，还可以分成上层的地牢和下层的地牢，所以这个门口呢，就是这个地方马梅定教堂是这边有写到 Apostle Peterio 和 Paulo 就是彼得和保罗的监狱但是大部分的旅行团都只有介绍彼得，没有介绍保罗那这是相传的这两个使徒在这里被关的地方。那要到下层的地牢呢，必须要不是从教堂进去，要从旁边的门进去往下走，所以经过这个阶梯，穿过这个小门然后这个小门就可以进到上层地牢的内部从上层地牢内部呢，还有一个洞能够到下层的地牢地方所以这个越下面的地方就是越接近当时第1世纪在这个保罗和彼得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的出土的考古大概这个考古的深度大概就是要到这么深的地方所以这从另外一个剖面图来看上面的最大教堂呢更晚但也已经接近了500年了，400-500年前所建的这个大教堂。那小教堂呢大概是在长这个样子，那小小的应该就是比上面大教堂又在更早盖的。那上层地牢呢那据传是在主前7世纪就有了。如果是主前7世纪呢那可能在先知以赛亚那个年代弥迦的那个年代就有了这样的建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罗马帝国因为那时候连巴比伦王国都还没有开始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建筑。那下层地牢呢，最下面就是用来拘留等候处决的要犯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图把它照片放大呢，这个下层地牢呢有一个后来的人所做的这个祭坛。那到下层地牢唯一的出入口就是上面这个洞，而囚犯呢会从这个洞被扔下来扔下来之后呢，他要离开呢只能够从这边，但是他完全没有梯子什么的，所以他只能在这个空间当中如果保罗彼得是被关在这边的话那被丢这里面就是等待处死而且也非常的黑暗那这个有个圣坛是后来加设的那你有看到圣坛前面有一个十字架是倒过来的，就是纪念彼得因为他也被关在这个地方他是倒钉十字架那旁边还有一个石柱是固定囚犯的锁链的石柱如果怕这囚犯跑掉，用这石柱用锁链把它链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井可能让这囚犯有一点水然后后来加设的砖块的地板但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一张是后来把这些的东西都拆掉之后那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大概会像这样就是起初的样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黑暗的空间，潮湿的空间，也是一个脏臭的空间那从上层地牢通往下层地牢楼梯这也是本来是都停的，后来打通让游客可以进去参观那这个就是把犯人从这个地方丢下去的地方，大概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所以当使徒保罗他被囚禁在这边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的绝望，或是他是一个非常
的无奈的情境，但也让我们昨天看到为什么在第一章出现了我，出现了你，出现了我们，然后又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子的密集。好，那因为今天的经文只有4节，所以我们牧师也利用这个机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罗马的地的这个图片哦。好，那罗马呢？罗马城就是在意大利半岛的这个接近中间的地方。好，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罗马城呢是一个圆形。好，那在这圆形的正中间呢，刚好就是我们看到关保罗和彼得这个马尔定教堂。好，那这个教堂当中呢，我们可以跳进去看一下，那就是这个教堂的样子。那旁边都是各样的古迹和遗迹。好，那么可以从这里面的教堂 Google Map，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教堂的内部，说它所长的样子。把这个关起来。就是可以看到清楚这个丢犯人的这个洞从上面丢下来，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水井，然后就是只有非常阴暗潮湿，那本来是一个祭坛在这个地方。好，那后来加增的这个楼梯，让观光客可以不用被丢下来就可以进来参观。好，那这是上层的地方，上层的地牢，然后再往上一层，然后再往上一层它的教堂，可以看到这个教堂大概长的样子，大概都是天主教式巴洛克的这个辉煌的样子。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地方看到大概在保罗那个时期所面临他所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艰辛、非常绝望的时刻。但是即便如此呢，保罗呢，他还是用信心呢来告诉提摩太，昨天说的要将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这是信心的传承，不是胆怯的心，而是要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并且提醒提摩太要一同为福音受苦难，不要以为主见证为耻，也要知道所深信的是谁，要深信神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刻。并且要守住圣灵的，靠圣灵守住善道，就是纯正话语的规范，就是用上帝的正道来规范我们，并且要守着所交托的善道，就是要传给人，还要守着受捆锁。保罗的对不起，这个地方改错了。好，那昨天金句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哦。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从15节到18节，前面提到保罗如何写信感谢，并且激励提摩太用自己做榜样。而今天的这2节呢，保罗提到自己受到2种的待遇，并且勉励提摩太不要以保罗为耻。好，那这里保罗提到说呢，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好，那所有在亚细亚的人，亚细亚是哪里呢？亚细亚就是指以弗所，还有包括以弗所地区哦。好，所以这句话呢，语气非常的重哦，可能是指当保罗他在亚细亚省，他就是在特罗亚那个地方，也是亚细亚省被逮捕的时候呢，当地的信徒可能弃保罗不顾而离开他，就是眼睁睁看着保罗被抓走。好，那这在保罗的心中，或是在保罗的印象中是一个伤害。好，所以他写在第15节的地方。然后呢，特别提到呢，这些人呢，应该有比提摩太认识的人，就是腓吉路和黑摩奇尼这2个人的名字呢，只有在这边出现。但是呢，在这边出现，虽然他们的名字腓吉路的意思就是一点点善变，一点点善变。果然他对保罗也是还是因为那一点点善变离开了保罗。而黑摩奇尼的意思呢，就是很幸运的出生，或是莫丘里神的名字所生的。好，那这2个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是让我们知道这2个人名字居然是在保罗在亚细亚危急的时候居然就都离弃了保罗而且还被保罗记下了一笔。
好，那但是呢，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屡次就是不止一次，令我畅快。这个畅快的意思就是令我更新，或是让我复苏，或是让我觉得欣慰啊。好，因为他不以我的铁链为耻，反而一到罗马就急切寻找我，找到了。好，所以这个急切呢，或是殷勤呢，这样子的形容表示保罗这一次在罗马被关的时候呢，是受到严密的监管，所以不是一般的人，像保罗第一次来到罗马是被关，是自己租房子，甚至很多人都可以来看他，都没有人禁止。但是呢，这一次呢就不一样，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好，那甚至阿尼色弗呢，一个人，还有他的家人，一家的人啊，所以可能包括孩子都一起跑到罗马，在寻找失踪的保罗。有没有找到呢？后来找到了。阿尼色弗这个人呢，我们可以多认识他一点。这个阿尼色弗的名字呢，就是带来利益，而他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跟保罗是有患难之交的知心同道。特别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就可以知道，所以当保罗自己知道要殉道的时候呢，他在监狱里面就给提摩太写了第二封书信，2次讲到阿尼色弗。第一次在第1章，第2次在最后一章第4章快要结束前了。好，那这个阿尼色弗呢，是跟保罗在亚细亚境内的以弗所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以弗所好几次，保罗虽然这边待最久，2年3个月到3年之间，但是以弗所的暴动啊，或是在以弗所好的这些的假教师啊，包括以提摩太现在人在以弗所所遇到的。阿尼色弗呢，也在以弗所多多的帮助，来让保罗欣慰，或是更新，或是畅快。所以可能保罗觉得心灰意懒，或是精疲力竭，但是阿尼色弗呢，在那个时期，就在帮助着保罗。当时罗马皇帝尼禄正在逼迫基督徒，但阿尼色弗一到罗马，他从以弗所，可能是从以弗所，因为他们之前都在以弗所同工。一路来到了罗马，来寻找保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寻找，但是他殷勤的、急切的寻找，找到之后呢，也多次的来看保罗，让保罗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好，那但是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次提到阿尼色弗，都说阿尼色弗一家的人，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哦，所以2次呢，就表示说有可能阿尼色弗的家人还在，可是他本人呢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也收不到这封信，那也可能已经代表阿尼色弗在罗马的时候已经殉道了，可能已经殉道。那这个殉道是生病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可能比保罗还要早，就已经被上帝接走了。好，今天这4节经文15节是第一种，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我，包括腓吉路、黑摩奇尼。第2种人是阿尼色弗一家，他们屡次鼓励我，特别是阿尼色弗，这边是单数，就是他带头的，屡次来鼓励我，使我精神愉快，令我欣慰，让我畅快。而且呢，他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那可能在那相对就是上面这2个人，腓吉路、黑摩奇尼，还有住在亚细亚省的这些人呢，都看到保罗被关然后觉得保罗怎么违反了罗马帝国的法令，他已经不是罗马公民，可能就是这个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的语言，然后就跟保罗就是分道扬镳。而阿尼色弗呢，从以弗所一到罗马就4处的寻找。刚才我们有看到那个罗马城的古罗马城，那不是空地不是像以弗所古城那么样的稀疏。那时候古罗马城就已经是密密麻麻。好，所以要怎样找到保罗呢？的确是不简单。好，但保罗还说终于找到，就是因为找到，所以保罗才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否则可能保罗就是失踪。保罗可能就是下落不明，保罗可能就是从圣经上面就消失，那就没有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可以记出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保罗在哪里。
愿主使他就是阿尼色弗，在那日子就是前面讲的耶稣来的日子，得到主的怜悯，因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了。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讲以前使徒行传的时期，那阿尼色弗为保罗做的许多事，虽然使徒行传没有提到他，但保罗说提摩太你是清楚知道的。所以阿尼色弗呢，他不以这为耻，反而积极的寻找。而他在那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得到怜悯，而他在以弗所为保罗做许多的事。所以阿尼色弗呢，让我们看见保罗不以基督为耻，阿尼色弗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所以呢，他们所信的都是同样一个上帝，都是对上帝来宣告他们的信仰，以及坚定他们所相信的。而同样，耶稣也不以为他的上帝天父上帝做见证为耻。另外，阿尼色弗呢，他亲自到监牢里面来看保罗，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我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穿，我赤身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赤身肉体给我衣服穿，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看我。所以阿尼色弗呢，他也像耶稣所教导的，就是那个绵羊，山羊呢就是不理他，绵羊呢就是会来看顾他。所以这是在上帝的国的时候要得到的奖赏。所以这4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亚细亚信徒纷纷离弃保罗，假装不熟，并因为他们怕惹祸上身，他们更害怕被带到罗马监狱来关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写照是阿尼色弗和他们一家呢，千里迢迢来寻找保罗，不以主为羞耻，也不以保罗的锁链为羞耻。他们在地上呢，积极的寻找呢保罗，但是保罗说他们在天上呢，要得着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那今天的金句呢是18节，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所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提摩太知道，上帝也清清楚楚知道。又少说，这些代志你是清楚知的。愿主予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伊伫以弗所遐尼熬服侍我，你真清楚。所以这个保罗在提到可能是7、8年前甚至接近1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了。May the Lord grant that he will find mercy from the Lord on that day, and you know very well how much service he rendered in Ephesus. 就是这个阿尼色弗，他为了保罗如在以弗所如何的效力，如何的付出。愿上帝帮助我们都能够学习效法阿尼色弗，做主的好仆人、好执事、好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短短的时间看见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核心罗马城当中的中心居然是保罗和彼得被关过的监狱让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这是上帝的计划，也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虽然在当时人来看被抓去这个地方关是极为羞辱的，甚至彼得要求要倒钉十字架，但是上帝你却让这样世人眼中的羞辱却成为后代世人眼中极大的荣耀。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追求不是只有今生，更追求是来生和永生，追求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尽力来奔跑天路，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征战那信仰美好的征战，将来在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得享上帝的荣耀。愿上帝赐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晚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晚安。谢谢牧师。牧师晚安。晚安。牧师晚安。